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同青馬獅子會、香港大學牙醫學院聯合舉辦人工智能檢測及口腔衛生教育活動日，一早喺禮堂就舉行咗簡單而隆重嘅開幕儀式。校長首先發表致辭，鼓勵學生們多多注重自己牙齒健康。跟住青馬獅子會代表跟香港大學牙醫學院林教授都上台發言，希望透過今次活動幫助同學從細建立正確嘅護牙習慣。開幕儀式之後，有港大牙醫學院教授親自為同學進行護牙健康講座，同學學咗好多護牙知識，例如點樣先算係正確刷牙方法，點樣選擇牙刷同牙膏，如何預防蛀牙等等，仲有互動環節，同學踴躍發問，教授都一一解答，希望能解答同學嘅疑問。之後就正式進入今日最重要嘅重頭戲——牙齒檢查時間。首先會由牙醫去深入檢查同學嘅口腔健康狀況，然後用人工智能檢測拍攝牙齒照片，幾秒內會出檢測報告，去了解自己牙齦健康狀況，例如綠色牙齒狀況良好，黃色需要改善清潔，紅色問題嚴重需持續關注。同學義工負責幫助學生根據人工智能系統嘅分析，學生義工會一對一咁教導點樣針對黃色、紅色區域做特別清潔，示範正確刷牙同使用牙線，等同學可以即場學，更加容易明白。港大牙科團隊更加喺活動開始前安排半日訓練課程俾學生義工，等佢哋有充足準備先落場教人。透過港大教授跟團隊親自指導，大家學會一整套護牙方法。透過今次合作計劃，我哋希望培養學生正確嘅口腔護理習慣，同時培育一批校園內嘅義工，由自我教育變成互相啟發，建立健康校園。